今年68歲嘅加拿大台灣公共事務協會會長鍾雅澤將喺3月展開駕駛帆船橫渡太平洋嘅航向台灣之旅。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今日為佢舉辦葬行禮拜。記者劉少麟報導。多倫多台灣聯合教會今日為68歲嘅鍾雅澤舉辦佢航向台灣之旅嘅葬行活動。鍾雅澤從細嘅夢想就係能夠有一日揸船返到佢出生地台灣。雖然冇航海經驗，但係鍾雅澤喺安大略湖航行經驗達11年。開始由最細型嘅冇動力16尺帆船開始訓練，直到而家能夠以一人之力將27尺動力帆船操控自如。佢將喺2月中到達加勒比海嘅英屬維京群島作準備，並喺3月中駕駛價值超過10萬嘅39尺大型動力帆船出發，旅程預計長達4個月。大概準備了我的船隻，到3月中我可以離開維京群島，然後通過巴拿馬運河，然後進入太平洋，然後從太平洋到夏威夷，夏威夷到關島，關島到台灣，預定7月中會到台灣。佢表示，橫渡太平洋將要面對變化莫測嘅風浪同埋天氣，因此佢將為船隻增添安全設備。然後這艘船呢，你還要增加一些設備，讓它能夠適合海洋的航行。所以我會增加很多設備啦，那個就自動導航啦、雷達啦，還有一些救生設備，還有風力發電，還有那個淡水處理機，就是海水變淡水的機器。今次航向台灣之旅全程約16500海里，最後抵達台灣宜蘭頭城嘅烏石港遊艇碼頭，海上航行長達80幾日，其他時間將會喺唔同嘅中轉站進行補給。新時代電視記者劉少麟報導。